唔知你有冇發現，有啲人做嘢總係順風順水，隨便一個決定都賺到錢，但自己偏偏事倍功半，付出加倍努力，結果都係咁衰。其實佢哋未必比你聰明，只係佢哋懂得運用宇宙嘅天時地利密碼。傳統奇門遁甲排盤咁複雜，一般人點睇得明啊？所以我哋將最高級嘅奇門秘法直接變成呢個奇門遁甲擇日電子日曆。你睇邊一日有青龍反手，頂級吉格利求財；邊個時辰出門有飛鳥跌月，可以事半功倍。幾點鐘行去邊個方向，手機一打開，全部一目了然，唔需要再揭通勝，更唔需要花大量時間逐日逐時辰排期門盤。一鍵同步落你嘅手機日曆 App 裏面，時辰到自動提醒，好運直接送上門。掌握天時地利，將好運變成你嘅日常習慣，即刻訂閱你嘅專屬奇門遁甲擇日電子日曆，為自己佈局最強運勢啦！今期嘅擇日電子日曆會列出邊啲日子、時辰同埋方位會有好嘅宇宙能量到臨。宇宙能量亦可以細分有利於事業、財運、桃花同埋考試嘅主題能量，而每項能量會有強弱之分，大家可以自由選擇，用嚟佈置奇門吉局，嚟納氣增運，或者計劃出行方位等等。除此之外，電子日曆可以進一步提供奇門遁甲頂級吉時吉局資訊，例如飛鳥跌月、青龍反手、玉女守門同埋青龍耀明等等。同坊間唔同嘅地方係，所有電子日曆裏面提供嘅吉時吉局都完全避開咗負面元素，例如奇門四害、伏吟反吟、凶星、凶門、凶神、凶旺、五不遇時、歲破同埋四離四絕日等等。可以話每一項吉時吉局都係100%正能量，大家用呢啲吉局做事，許願增運都會事半功倍。如果大家係新手，亦可以參考電子日曆裏面提供嘅建議去進行奇門佈局，為自己或者家人祈福增運。奇門遁甲擇日電子日曆適用於市面上大部分手機型號。如果大家有興趣訂閱2026年7月至12月嘅電子日曆，歡迎留言俾我哋，工作人員會為你跟進。多謝大家。